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12日，星期二，他們用花言巧語和奉承之詞誘惑那些天真無邪的人。羅馬書16章18節。問題：認識並捍衛真理對我們有什麼益處？當我們決定堅定地持守真理時，我們就能享受到增強屬靈生命的祝福。真理使我們與忠於耶和華上帝的人團結在一起。我們若持守真理，就能避免分裂，並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與他和睦地敬拜他。羅馬書16章17節。忠於聖經的教導，能使我們在屬靈上成長，並穩妥無虞，防止我們偏離正道。弗4章15至16節。他也能保護我們免受欺騙。透過深刻理解真理，我們就能建立起抵禦謊言和錯誤教導的盾牌。這些謊言和錯誤教導試圖迷惑我們。那些堅守真理的人會在困境中得到耶和華上帝的保護，並且確信賜平安的上帝會與他們同在。腓立比書4章8、9。你尋求並捍衛真理的決心是你最大的力量之一。你選擇與忠誠的人為伍，並專注於純潔和正義的事物，從而建立起一個堅不可除的根基。不要讓世俗的喧囂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你手中握着最精準的指南針。繼續堅定你的信念，因為行在真理中會帶給你任何事物都無法奪走的內心平安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此致